伊利就较好势无？无听到声。有啦，有较好，谢谢啦。哦。老张，博叔。周博士老赞。今早起较冷吼。哦，昨开始就足冷啊。系啊。系啊，大家要保温暖啦。啊，你若保温暖了，至少科比就有加一种的迄个防卫性。对啦对啦。上届无莫去感冒，身体歹去安尼。对，对啊。我说你介绍真好煮菜的款吼。我爱变啦。
我以前的kitchen 就是迄个 7-Eleven hot dog。OK。啊，牧师娘开刀了，就较少互伊去用这油烟的。哦，好，对啊。牧师，你即摆敢有上班有？South Coast 有咧开哦。啊，佫有咧开嘿。哦。但是因即摆嘛有咧讲，万一若佫关起来，就是变做爱靠使 pick up。哦。嘿。因为即摆疫情安尼看起来无介好势安尼。对啊。啊，上摆口罩啊、防护镜拢有挂吼。伊挂2个的呢。哦。2个的口罩嘛吼。家己的啊，佮因咧公司的迄个因咧布的迄。啊，防护迄个面罩咧，无挂。面罩因袂当挂。哦。因有用迄个cashier遐有迄种压力迄个。嘿。即摆实在是 drive everybody crazy。Yeah, I know。老早。诶，主见，老早。哦，你今仔较勇哦。哦，阮遮较温暖啊，阮遮较温暖，恁遐无温暖。咱可能差5度吼。嘿，对。好，来我甲 PowerPoint 用起来吼。咱安静心，咱连咪请David带咱来祈祷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咱即时同心来祈祷，准备咱的心。至圣的天父，你今仔日礼拜日，你的正经日，伫全地啊伫敬拜你，伫学了你。我来感谢你，你也组织阮新约教会的兄弟姊妹，伫即时也要来开始来组织个礼拜。主啊，你伫圣殿中，伊啊。伫阮每一人的心中，天父，求你怜悯阮的软弱，因为阮常常会离开你的话语，但无照你的命令，反倒照家己的意思去行。恳求天父来赦免阮的罪，来互阮靠着基督的保护，会当得到洗清气。恳求主帮助阮，有谦卑的心。无离开你的道路，啊，帮助阮的人生的道路上，有你一步一步的带领，啊，才做你所欢喜的行子。求主带领阮今日敬拜，以表示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阿门。门。是嘞，大家一下。有个人爱消音者。安怎就是消音？我安尼就叫做消音，敢是？
万军的上帝耶和华啊，我倒转，你的面发出光，我就得到救。咱做咧人生是39首，一切阳光无归互我。咱做圣诗39首。第39首，一切阳光无归互阮。咱做为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勒岛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了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平的教会，圣徒相处，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用启应文第35篇，也是以赛亚第55章，做咧启应。启应文第35篇，既然恁喙焦的来就分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酒甲呢，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未食得的物。啥事叫我伫迄个互人未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到享受优质，互心欢喜。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骗行赦免。耶和华，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就是轮得土地，互地上不易结实。
互也经济的有经济，互正的有米粮。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是要成我所欢喜的，互我所找伊做的事得到行通，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得到因带平平安安。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田野的树木拢要打手，青碧发生来退草气。公念树发生来退一离。对，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做永远的证据，话话真拄。咱小全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伫马可福音第13章24节到37节，马可福音13章24到37。当遐个日，伊个患难来了后，日要黑暗，月无出伊个光，天对天加落，伫天年个上要震动，伊时要看见人子用大冠冕甲明光伫云中临到，伊时伊要找伊个天使对四方聚集伊所敬个百姓，对地极到天边。恁着学无花果树即个譬如，枝嫩叶发的时，恁就知夏天近啊。安尼，恁看这个事，就知是近到门口啦。我实在甲恁讲，即世代还袂过去，到这个代志拢成，天地要废无，我的话袂废无。若是论迄日、迄时，人毋知，伫天年的天使也毋知，也毋知，独地知伊，就谨慎来祈祷，因为你毋知迄个期是伫什么时，就亲像一人离开伊的家，要出外，将权交代伊遮的奴仆，派工互别人做，搁吩咐各门个。着张持，所以恁着张持，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时要来，也是日暗，也是半暝，也是假天，也是天光早。等到恁忽然来，拄着恁得困。我所甲恁讲的，也甲正人讲，张持。个摆。那些灾难的日子过去以后，太阳要变黑，月亮不再发光，星星要从天上坠落，太空的系统都要动摇。那时候，人只要出现，充着大能力的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天使到天涯海角，从世界的这一头到世界的那一头，召集他所拣选的子民，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教训。当枝子呈现嫩绿的颜色，长出新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就要到了。同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现象，知道时候快到了，就在门口了。你们要记住，这一代的人还没有都去世以前，这一切事就要发生，天地要消失。我的话却不消失。至于那临到的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天上天使不知道，儿子也不知道，只有父亲知道。你们要留心，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什么时候临到。正像一个人出外远行，把家务交给仆人管理，每一个人的工作，又吩咐门房当心门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傍晚，
也许半夜，也许天亮以前，也许日出以后。假如他忽然回来，让他发现你们在睡觉，我对你们讲的话也是对大家讲的，你们要警醒。当下上的宣书要来为，这是听牧师传来祈祷，然后敬祷。咱三个暗头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天父，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摆列阮对你的祈祷贺乐甲感谢。阮感谢你2000几年前来差遣你的独生囝，阮的主耶稣基督，为着阮来降生。今日是阮伫一年中间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阮伫遮来陪伴阮的心，来迎接你的救恩降临伫阮的中间。确实，阮真正需要你的救恩，特别是当阮咧面对这个重重的武汉的肺炎的时阵。阮看见侪个国家、侪个人民面对这个疫情的时，阮会通讲是无有法度来处理疫情起落落伫最近即阵又搁爬到一个真悬的高峰伫这个感恩节的时期洛杉矶县也是。有史以来上侪人着病的一天，阮真正需要主你的怜悯、你的救恩、你的光来照伫阮的中间，互阮会通伫即个困境的中间看见你的光，甲你所想事，互阮的望。阮期待来迎接你的降临，期待你的保守、医治、救恩来临到。阮现在这个世代、这个时阵，所有需要救恩的人，阮会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中间身体欠安的，特别是阮心灵软弱的，拢有主你刚强的圣神甲阮三个伫地，互阮伫遮亲像圣经所教示阮的，阮张持、阮警醒，伫面对这个黑暗的时，阮知有你的光伫后面。要来显现，要成做阮的拯救。那阮也要同声来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辜负阮的人，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伫试，着对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是讲这个乌云的后面啦，吼。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所看到这个。咧预言耶稣会降生的代志，咧讲到这个将来伊要有光来出现，要有光出现。伫咱的这个黑暗的时，咱拄着侪困难的时，这个中间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大降节第一个主日是咱讲期待，也是讲望的一个主日啦，我伫互咱的周报的第2面内后壁有写这个毋是牧师家己写，是我的同学吴春生牧师伊写的，我甲伊放伫迄个所在甲大家三甲来分享咱会当去参考咱知影4个这个大降节所代表的意义，佫有甚物款的这个色。代表的迄个意义咱会当知。我想亲像咱咧过日子共款啦咱每一工拢有天暗的时阵啦这个天暗有伊无共款的意义，实际上的意义就是讲
一个地球的一边暗，一边是光吼，啊，然后一直咧说，一直咧轮这个中间，啊，咱会通看见讲，这个天暗甲天光会当互生命有一寡运作啦吼。但是对天暗这个物件，咱基本上有一寡惊吓吼，也是讲有一寡无好的感觉。所以人会去发明光，毋茫伫暗的时阵会当有电火照咧，咱就会当光吼。但是暗到底是好毋好啦吼？我想咱今仔日要来做一寡来讨论啦吼。啊，伫暗的中间，咱要安怎去期待迄个光？啊，到底暗对咱的人生是啥啦吼？约翰福音第1章第5节讲吼，光照伫黑暗。但是黑暗却无接受光啦吼，这个是伫约翰所写的福音书内底所咧开始咧甲咱讲，也是咧论的代志吼。所以，咱若对约翰福音第1章开始看，是你会当看伊讲，其实伊的神学的基础伫这个所在讲啊真清楚，伊要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迄个上帝。本身伊道成肉身，然后降生伊要成做光，但是这个光要照伫黑暗啊，黑暗无要接受光。这个互咱来思考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也是讲伫咱即马所面对的这个情景，啊，咱要安怎伫圣经，也是讲伫大讲节第一个主日的时，咱来思考，特别是咱即马的健康吼，我想咱会当更较深的体会吼。我阁用另外一位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1章第2节咧讲到上帝创造进前，啊，伊讲这个地是空虚混沌吼。我这是用和合本的圣经啊，遮吼，伊讲地是空虚混沌啊，烟面黑暗吼。上帝伫咧运行伫这个宇宙中间，伫这个世界的时阵，这个世界是还袂有光吼。其实咱若要来看的时阵，咱会当看见，我会放伫迄个焦点，放伫迄个空虚甲混沌遮，来甲大家解说迄是啥物意思吼？为虾米咧讲到上帝创造，迄个概念是啥物货吼？空虚甲混沌，这是上帝创造进前天地的情形。到底空虚甲混沌，伫咱迄个对语言的了解，对文字的了解，伊到底是咧形容啥物货？其实空虚甲混沌，这两个字是共一个字根啦。伊咧强调是用两个副字吼，去强调迄个情形。迄个情形吼，第一个字空虚叫做多富吼，伊就是 formless 吼。英语的翻译讲 formless， 就是讲是一个无形的。软的，完全无形，咱的了解是讲，伊是一个无有律法，也是讲无有规矩吼，无有一个次序的一个情景。讲这个字嘛，伫这个申命记32章第10节，伊讲耶和华拄着伊伫旷野荒凉野兽嗷叫的所在。这个中间迄个荒凉，吼，迄个荒凉，就是这个字啦，吼。意思讲是啥物货拢无，你无法度看到一个form， 一个形式伫迄个所在，是空的，吼，是空的，无有形状的，吼，无有这个次序的，吼。基本上伫创世纪所咧讲的是较讲到伊的次序的问题啦，吼。然后伫约伯记第6章18节又讲，伫结伴的人客离开大的这个道路，顺河偏行吼，伫荒野的地来死，荒野嘛是共这个字吼，共这个字，意思就是讲，伫荒野就是你无法度去有一寡物件会当帮助你有性命吼，所以咱用这个。这个观念倒转去看创世纪的时阵，咱会当看伊讲，伫上帝还未创造的进前，这个地是黑暗的，是无有次序的，甚至咱像约伯记所咧讲是无生命的，伊是死亡的。
吼。用安尼时阵，咱会当了解空虚混沌所咧描写的情形吼，的情形。伫创世纪所要甲咱讲的是讲，即个空虚混沌，伊用两个共个字根的字来强调迄个时阵是完全无有形式的一个世界吼。混沌是叫做活宝吼，伊嘛是共即个意思伊嘛是 formless 的一个意思吼，是讲 without form 无有形式的吼。即个字伫圣经当中出现3摆尔，一摆是伫即个以赛亚书31章第11节啦吼。伫遮咧讲到即个带伫这中间的是一个黑暗的所在吼。有迄上帝要甲即个空虚的准尽混沌的线索扭伫迄个顶悬，所以用即个来回应创世纪，就是讲上帝伫迄个无有次序的中间，要爱有伊的准尽甲伊的标准伫迄个所在。即个是旧约圣经在讲即个黑暗，是讲空虚的即个意思吼。耶利米书第4章23节嘛，是安尼讲，先知讲我观看地，即个地是空虚混沌，伊翻译是拢共款吼。伊看天，但是天无光，这就是带领咱转去伫创世纪所咧讲上帝创造进前，这天是黑暗，是空虚混沌，是完全无有规矩，无有即个准绳，无有即个次序的吼，无有即个次序，所以用上帝创造的即个概念来看的时阵，其实黑暗、空虚、混沌，就是讲无有上帝的业力是乱七八糟的，是一个无生命、死亡的形式。像咱咧讲黑暗会造成咱的心内的惊吓吼，心内的惊吓。这个就是对创世纪的角度来去看吼。上帝创造到底是啥？上帝的创造基本上就是讲想赐予世界一个新的次序啦。这个新的次序一起来了后，这个世界就开始有生命的形式所以你来看创世纪，咱等于看创世纪时，对先讲有光有暗有顶悬的水，有下骹的水了后，就开始创造其他的生物。所以，伫一切有次序了后，这个生命就出现啦。今摆牧师有甲咱三角分享，就是讲住伫北极的人，伊若暗时到伫迄个冬天北极遮冬天的时阵，伊就会安尼有迄种 depress， 因为24小时拢伫黑暗的中间拢看袂到天光也是讲天光的时间足短安尼因伫遐会感觉讲。心情透袂开安尼迄个生命的状况是足老的足低安尼。所以上帝的创造基本上就是咧讲到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的创造开始有新的次序。那安尼其实圣经的创世纪甲启示录咧讲的物件是共款的，因为启示录咧讲将来有新天新地，一个新的愿望。伫将末时有一个混乱，迄个混乱就亲像创世纪所咧讲，上帝创造业力进前迄种的混乱，迄种的空虚，迄种的无次序无次序。迄个次序伫政治的观念顶悬我感觉迄个概念是共款的咱若咧讲倒一个政府去统治某一个所在，咱咧讲 rule 上帝将伊的 rule 放伫这个世界。伊的次序来管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照伊的次序来，然后咱就开始接受着这个生命的创造。用安尼的概念的时阵，咱会通来思考，就是讲，其实对上帝的创造的中间，伊无爱拢总暗，伊拢无爱拢总是空虚，伊爱有光也有暗，爱有光也有暗，到底？上帝想赐予咱有光也有暗，有真侪人会想讲，那着阁有光阁有暗啦，
若拢总有光就好啊，吼，咱就毋免去期待迄个光啦，啊，耶稣基督诚做世上的光啦，哦，咱要诚世上的光吼，咱就毋免安尼啊，吼，就莫有暗就好啊。共款啦吼，你若住过北极区吼，你可能袂安尼讲吼，因为伫热天人吼，北极用要是24小时啊，拢天光安尼吼，拢有天光吼，啊，你要困吼，啊，着足费气诶，爱挂即个目睭啊，甲牵起来吼，啊，按中壁家己去困安尼吼。其实有光有暗，嘛是上帝诶创造诶旨意内底啦吼。咱知影食物需要有光有暗，伊虽然爱做光合作用，但是伊嘛爱暗时会当喘气。咱拢知影即个食物是日时吼会当吐即个氧气，那暗时是吐咱咧讲诶 CO2 啦吼。啊是无共款诶吼，无共款诶运作，伊伫遐有休困。啊人嘛是需要休困啦吼，为什么有暗？当然，咱毋知影正确诶答案，但是咱知影讲暗时伫台湾古早诶农业社会，伊讲安那日出日作吼，啊，日落咧日歇吼，是讲暗时是要互咱休困诶吼，要互咱来做一寡咱讲安歇伫上帝面头前，然后第二天咱才有精神吼，咱才有精神。所以一直无困诶人吼，身体会出问题啊吼，我听一寡少年讲吼，迄个无代无志啊，头晕目暗，拢会头壳戆。啊，你甲问起来吼，就是几若工无休困，暗时啊拢咧拼命工安尼吼。啊，你会知影讲啊，这安尼无困诶人，无有伫暗时休困诶人，伊诶身体是会出问题啦吼。其实有光有暗是上帝特别诶恩典，拄则牧师已经甲咱讲，这是一种诶周期，一种诶循环一种。虽然黑暗，咱讲看起来无遐尼啊，互咱真欢喜的一个情景，但是却会当带来即种生命的休息，甲除避即个快乐过日的即个成长等等遮的。再来，若对信仰的角度来讲，如果若无黑暗，咱要安怎对光有期待？如果咱的24小时，一礼拜7天，一年365天，拢是日时的时阵，我毋知影咱佫会期待光啊未？我感觉有足侪人袂期待光，伊颠倒会期待暗，吼，会期待暗。当然，将来咱若上帝的恩典伊允准，咱会当倒转去伫天顶甲伊做伙的时阵。迄个时阵，24小时的光，我想拢已经无要紧啦。但是伫咱的世界的顶悬，上帝互咱有光有暗，是一种的恩典，也互咱伫暗的中间会通休困，会当停落来想看觅，会通来反省咱的生命甲上帝的关系，会当期待上帝的光照伫咱的中间，来做一个对比。有光有暗，咱才知影讲光的珍贵啦吼，伊的宝石伫倒位。咱若准拢总伫光的下面，咱有可能就毋知影通去珍惜，佮有可能会埋怨光啦吼，伤光啦，所以我着白内障啦，吼，伤光啦，紫外线伤强啦，所以我着皮肤癌啦，吼，这物件就拢会走出来吼。有光有暗，其实。搁一摆强调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伫咧暗的中间，咱所要期待咱所要期待就是上帝的光。咱时常会问为什么啦吼？我会记伫台湾有一部册，迄嘛是翻译的吼，讲10万个为什么啦吼。意思讲人拢足够问为什么意思讲学科学的人都爱问为什么吼。愈问就会当愈去找答案啦吼。当然，伫信仰顶悬，咱嘛是安尼啦吼。咱愈有问题，咱会通鼓励咱家己愈去追求即个答案。伫圣经的中间，伫信仰的中间有一寡答案。但是咱有一寡问题，其实是无需要问的，亲像一寡讲咱会问讲为什么是犹太人，毋是我？所以咱讲上帝是偏心吼，有个人安尼讲。为什么
福音是西边来传，毋是东方。甚至有一寡人拢认为讲，即个基督教的信仰是迄个西洋人的信仰。其实基督教的信仰发源地是伫东方吼。咱最近咧读即个保罗的即个传福音的旅程，咱就知影对东方开始跨西方去吼。即个是咱所知吼。再来，咱会问讲是安怎上帝互人有苦难？咱讲苦难就是黑暗吼。为什么？为什么互咱白疼？有互咱生老病死才会经历吼？为什么？咱问介济为什么？但是有一寡物件是咱无法度有答案，只有伫上帝遐有答案吼。为什么上帝互人有自由意识？上帝若都亲像安尼吼，莫有暗，拢总光啊，互逐个人拢归于伊吼，咱就免宣告啊吼，耶稣嘛免受苦啊，敢毋是安尼？为什么上帝要互人自由意志？为什么人要互人伫黑暗中？有一寡问题会为什么会当帮助咱来思考吼？帮助咱来思考。一寡物件咱来想啦吼，咱有一寡天灾，其实大自然的运作是咱无法度去改变伊的。比如讲风台啦、着大雨啦、即个土石流啦，咱讲 flooding 啦吼，是讲大自然的即个灾难地动啊。最近咱定定听讲，有一寡灾难有偌侪人死去啦，地动有偌侪人死去啦，像土石流有偌侪人去流去啦，等等遮的。其实除了媒体即马真发展以外，就是讲人因为愈来愈侪，而且的区域嘛愈来愈近，所以咱讲吼，高级住宅区吼，伫山顶，无就伫溪边，无就伫海边，无伫迄个悬崖的边啊，吼。迄种特别贵呢吼，咱讲海景第一线，嘛是灾难第一线吼。所以咱其实遮的天灾咱无法度去改变，但是因为咱甲遮的环境愈来愈近的时阵，就愈侪人伫第一个时间遭受着遮的灾祸吼，遭受遮的灾祸。天灾其实咱需要祈祷。望上帝的怜悯伫咱的中间啦吼。任何咱咧讲伊讲日本的大地震了后，伊即个即个核电厂吼，因为苏拉米的关系造成即个外泄吼，当然影响整个的环境啦吼。过度的开发嘛造成气候的问题，特别是咱讲迄个伫赤道附近遮的原始的树林，受到即个臭树臭甲规片安尼吼，即个环境就改变。武汉肺炎其实是人祸吼，伊毋是自然的一个病菌，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染病率甲死亡率吼。即个拢是咱所做出来的问题，互人进入伫迄个黑暗的中间。通常是因为人家己离开迄个光，即摆咧讲的是信仰的部分吼。咱选择着即个种的生活吼，因为咱认为讲咱有才调，咱会当做甚物？但是咱超越过上帝迄个宽平的界线的时阵，咱咧讲迄伦理的界线，咱就失去迄个上帝的保守，咱就爱家己去面对迄个困境，咱就失去迄个愿望。好若亲像耶稣咧讲迄只迷失的羊共款，伊家己走出去，伊就是爱去面对跋倒，有遮个野兽要来甲食，除非伊有上帝迄个牧羊的人会慈悲甲怜悯，将遮羊放落去，去找去食，互伊去归伫内面，即个光的内面，互伫即个雇养的人的照顾内底。圣经约翰福音所讲的光照伫暗，但是暗无接受光。真可惜，就是讲咱真侪时阵看见人宁可去甲暗徛做伙，毋知呢是毋是因为徛伫暗的中间，逐个拢自在，反正拢看无。伫光的中间，咱无法度去
无法度去压砍，无法度去闪避，咱爱去面对。当咱伫黑暗的中间的时阵，咱会去恳求光。但是其实要讲的是讲，虽然咱伫黑暗的中间，像是咱即摆面对即个武汉的肺炎，即种即个疫情，即种的情形，咱有一人会感觉心内真惊吓，有恐慌，亲像即届佫宣布即个宵禁了后，都头几星几若讲，就足侪人去逐种的商店外口排队抢买物件，卫生纸啦、罐装水啦，拢抢了安尼哦。迄种的恐慌，就是表示心内伫迄个黑暗的中间。但是咱毋通袂记是迄个乌云的后壁面，伫前讲的读经的中间，牧师有甲咱三角分享，乌云的顶悬还佫有蓝色的天，哦，伫云的顶悬还佫有光，光从来无离开过，是咱去互云炸着。即摆咱所面对的即个情景，就是迄个炸着上帝光的即个情景。无论是武汉肺炎，也是讲2000年前遮个各样的人，因伫黑暗的旷野的中间，因相款，因伫遐期待光，但是看到光，佫会着惊一个。其实光无离开咱过。这个赞美之泉有一首歌叫做《云上太阳》伊的歌词讲：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是不改变伊永远无改变，日头永远伫遐。咱台湾人就爱讲，看到乌云天的是讲，哇，今仔无日头。其实基本上即句话是一种的形容词，但是照实来讲是毋对啦逐工拢有日头，只不过是咱看袂到。我想今仔日咱的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今年的圣诞节对咱现代基督徒来讲，有搁较强烈、有搁较深的意义。咱会通深刻体会到2000几年前伫旷野这各样的人，因受到排斥，无受到人的欢迎，因伫迄个黑暗的旷野中间，但是上帝恩典甲因三角地地，因是第一个得到天使的报佳音去看到迄个光，然后因就对光来行。所以当咱搁一摆进入大港节的时阵，咱搁一摆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对咱现在的意义到底是啥？我想今年的圣诞节咱一定真难忘啦毋是讲咱会当组织做伙有偌大的庆祝、偌济活动，咱拢无法度。但是因为咱拢伫即个黑暗的云的下面，咱一直咧期待迄个光。即个光检采是借着疫苗的生产，即个光检采是借着喙染的保护，咱酒精的消毒等等遮的作为。但是咱真正的光是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来，就像伫即个咱咧讲，咱咧期待迄个光明的日子来临。这光明的日子，照圣经的记载，照马可福音的记载是讲，伫迄个日，遐个患难了后，日要黑暗，月无出伊的光，含月就无光像咱咧讲乌阴天啦日嘛黑暗，嘛是拢乌云炸掉的。但是圣经佮咱讲，迄时要看见人子用大冠冕甲阳光伫云的中间来临到。伫大港节的时阵，咱用这段的经文，也是要搁一摆甲咱兄弟姊妹来讲上帝的应允，毋但是伫2000几年前，伫在早上帝创造咧，互这个世界有次序的时阵，伊就来解决黑暗的问题。这个拯救的应允，耶稣基督成做世上的光，伫创世纪就已经定落来这个旨意甲应允。虽然咱伫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威胁的中间，
咱会感觉伫黑暗的内面，但是咱毋通失去望。上帝阳光的确要甲咱三甲伫地，享受伊的保守甲伊的拯救伫咱中间。咱做来祈祷。主悲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伫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的时阵，阮存着对你的望。伫乌阴的时阵，阮存着搁再一摆看到日光的望。伫阮拢无法度的时阵，阮存着对你遐来领受救恩的望。主，阮感谢你2000几年前差遣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伫今仔日这个应允也要临到伫阮的中间。求主你来保守阮，看顾阮，互阮心灵软弱的，阮的身体欠安的，拢有主你的恩典甲医治，甲阮三个伫地。为着阮期待的救恩，为着阮所领受的恩典来献上满心的感谢。也求主你来掌权伫这个地面上，互这个地面上所有属的暗的，拢伫你的光的内面受到创造，互你的生命充满伫这个土地。我咱来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这个是这个图片是这个讲在第一主日啦吼，望安尼吼，阮兜用这个Lego 的这个圣诞圈啦吼，点第一支的蜡烛伫遮吼，咱也望这个圣诞的期待救恩会当甲咱三甲伫地。咱所食的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咱的吟圣诗85首，在早上帝差遣天使。第85首，在早上帝差遣天使。一点。
咱的奉献，咱会当将咱的奉献来叫人互教会，咱教会有人会去收，咱就是来用奉献的4,306首米。对面做祈祷好啊。好，不然这是来祈祷。天父地父上帝，阮伫患难中，来当拢体验到上帝所赏赐的平安。我感谢你，你祝福我哋日的生活中，无论对着什么，我拢有特别你的扶持，你带来我每一位。求主帮助阮来学习，会晓来仰望你。阮若是有明白你的真理，阮才会当知影什么是真正的平安。特别上帝，阮来献上阮的感谢，阮的思想，阮来学了你的名，阮来祈祷，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蔡牧师，具体关怀报告。好，大家平安。咱即摆抑阁是真严重的这疫情的时啦吼，所以咱自我的保护这介重要吼。拄则甲周老师咧开讲伊咧讲哦，莫感冒吼，就是这个对武汉这个肺炎的防治的第一步啦吼，所以咱清好烧吼，这个家己的自我的这个保护爱做好势安尼吼。前礼拜还阁41个关吼，即个礼拜已经51个关拢伫紫色的内底啊吼，所以即马拢加州实在是真严重。感恩节迄一天吼，一日有5000几个人来确诊啦吼，37个即个死亡的病例吼，所以也真正是。虽然讲有宵禁，有一寡管制，洛杉矶县的餐厅拢总袂当伫内底啊，伫外口拢袂使，干来当 pick up 安尼尔，油也无法度控制落来吼，所以咱真正是爱为着这来祈祷啦吼，嘛为着咱家己的这个防疫来做好势安尼吼，来祈祷。咱这个自我隔离，这个有前礼拜已经甲咱讲吼，对咱大家知，因为即阵听讲这个伫感恩节的时阵吼，坐飞机搬沙位转去厝里过节的人介济啦吼，伫这中间嘛是咱爱互相提醒吼，做一寡好的这个保护吼。对后日开始吼，既若要坐飞机转去伫台湾的人。拢爱去前3天爱去检验这个 PCR， 爱 negative 才会当坐飞机吼。这个规定到2月底啦吼。好，共款咱就用网络，因为即马就禁止这个印度的吼，照命令的公布是讲 outdoor 吼，定吼，过来拜5、12月初4。咱有要来查考出道行段20章保罗的宣告，即届就是对伊有所了的入去伫迄个马其顿吼，就是欧洲的部分吼。好，今仔日是来讲这个第一个主日，咱用基督的心来也指耶稣基督的降生吼，也望求主的求恩，搁一届来临到吼。前礼拜会出席19人吼，查经是11个人。奉献1760块吼，免坐车。后礼拜即个讲道资料吼，放伫主牌下骹一只吼，这是服侍的名单。今仔日感谢做长老吼，临危受命啦吼，代替迄个吴顺牛师傅安尼，咱也望会当较侪工讲做老师。好，来 David。咱来，做我来读今仔日金句。是以赛亚书64章第8节，咱做来读2摆。耶和华，但你永远是阮的爸，阮是头，
你是烧为师傅，愿拢是你的手所做的。咱过来一摆，邀我，那你有缘是阮的爸，阮是土，你是烧为师傅，愿拢是你的手所做的。以赛亚书64章第8节，咱的吟上吟诗513首，然后请牧师祝祷。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上帝光甲咱三个基地，咱的眼目来望主，亲像诗篇所讲，咱的帮站要对山顶来，是对咱的上帝来。伫这段面对困境的时阵，愿上帝恩典甲咱三个基地，赏赐平安伫咱中间，对这条到永世代保证。阿门。咱今仔日个礼拜到遮，我来甲即个关起来，咱会当做来交陪。